Hello， 咁多位朋友網友大家好，歡迎嚟到呢個頻道欣賞我今日嘅呢條影片分享啊！想同大家咧分享下咧，我睇完1連9集《地獄占星師》Netflix 嘅最新日劇之後，我自己個人嘅觀後感㗎吓，希望有興趣嘅朋友咧會留低聽埋落去啦，因為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咧，除咗係呢一部咧吓而家好出名㗎啦吓，可以話係咧 Netflix 咧全球咧10大榜首之一啊吓，咁啊嘅《地獄占星師》究竟有幾咁好睇之外啦吓，最重要，我想分享一下咧，佢呢一部劇咧對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有幾大影響嘅。喺無論喺我心靈嘅層次上咧，又或者係一個靈感上，因為咧佢畢竟咧係講一個真實人物叫細木素子傳奇嘅一生。但係通常每次咧我哋睇一啲咧傳奇人物嘅一生嘅時候啦，又或者聽一啲咧好響當當嘅好出名嘅人做一啲嘅人物專訪嘅時候咧，對我自己個人咧係好大啟發。因為聽佢哋講佢哋自己嘅遭遇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如果對於我嚟講，雖然我嘅人生冇佢哋咁傳奇，冇佢哋咁精彩咁豐富，但係咧每一個人嘅人生咧，其實咧都有好多細節咧係值得我哋咧去回顧啦，同埋咧都對我哋嚟講呢個成長嚟講咧係好大影響嘅吓。咁所以咧每當啦我睇完類似呢啲咁嘅電視劇，譬如近排睇完 Michael Jackson 啦，又或者早陣子睇梅艷芳呢部電影作品度啦，其實咧我都會好有一個人嘅一個心靈上咧有個好唔同嘅一個感覺喺度嘅。咁今次睇完呢一個咧關於細木素子嘅呢一部電視劇咧叫《地獄占星師》之後咧，又係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啦。咁當然啦，亦都不得不講咧就係呢一部劇嘅一個靈魂人物啦，就係個女主角啦，戶田惠梨香。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同我一樣噶啦，就係話咧對於戶田惠梨香呢個名字咧一定唔陌生，但係就唔可以話對佢呢個人咧好熟悉噶喎。咁我點解咧？稍後同大家咧逐一咧慢慢講下好唔好啊？咁啊先講呢一部劇啦，《地獄占星師》咧9集嚟講咧相當之咁精彩。咁啊但係咧佢嘅口碑咧算係兩極噶噃。點解咧？有啲朋友話咧，哇精彩到咧一上咗架，一睇第一集開始咧停唔到落嚟，一定要一氣呵成睇晒9集，一晚之間就完成晒成套劇噶啦咁樣。咁佢有冇可能嘅咧？嗱呢一部劇咧老實講9集嚟講咧，每集都1個鐘頭長噶噃，要一次過睇晒咧都要用你9個幾鐘頭咁長嘅吓。咁唔係冇可能，但係咧都有啲吃不消，我自己搞唔掂啊，我都要用咗幾日時間逐集咁睇咧先睇得晒。咁啊但係之所以兩極咧就係話咧，雖然有好多人就話哇好睇到一氣呵成啊，但係咧同一時間有啲朋友仔都話咧，喂唔係啊，頭2、3集咧其實咧悶悶地，節奏相當之緩慢，因為咧佢擺好多篇幅咧要去介紹翻咧當年嘅一個時代背景啊，咁同埋裏邊咧好多唔同嘅人物嘅出現啦，佢哋嘅關係啦，同埋佢哋嘅可能係個性格啊，佢哋嘅感情啦，咁變咗咧太多篇幅去描寫咧，令到人覺得個節奏好慢，同埋有啲悶啊！呢個就係我自己嘅諗法嚟嘅吓，咁亦都有啲朋友仔都係咁講㗎噃。好啦，另外就係話咧。雖然去到中後段咧入咗大直路啦，係好精彩㗎。當你去捱過咗頭2、3集之後啦，我之前咧2、3集咧我都徘徊喺一個戲劇嘅狀態之中嘅，好想放棄睇落去。覺得喂真係頂唔順，又唔係好吸引，唔係我杯茶喎似乎。但係後期咧好彩過完第3集、第4集之後咧，其實咧哇後勁相當凌厲，開始咧好吸引啊！你見到呢一個女主角啦，細木素子嘅發展啦，佢遇到嘅唔同嘅人啦，遇到嘅遭遇咧，都令到你咧好想追看落去。結果咧睇到最後咧，有啲朋友就話啦，去到最後一集咧，我哋期待會有一個好勁嘅爆發點㗎，但係唔知點解去到最後咧，反而咧係沉咗落嚟，個通咧係緩慢咗落嚟，開始咧覺得咧喂個 ending 咧好似唔係咁吸引喎。嗱，我自己都有呢個感覺，我唔可以話 ending 差，但係我都覺得咧嗰個即係情緒位咧係即係低沉咗落嚟嘅。尤其是咧呢個所謂地獄占星師細木素子咧，佢描寫緊成套劇描寫咧人物咧由開頭大家咧都會戥佢可憐嘅，覺得佢遭遇真係比較慘情啦同埋覺得佢人咧心地咧都唔係太差。點知去到後期，當佢遇到一啲好即係好凄慘嘅遭遇之後咧，見到佢嗰個人性最黑暗面咧浮咗出嚟佢主要咧係一個咧要利用慾望啦同埋利用人嘅恐懼咧去控制人心，然之後咧就係締造佢自己一個好邪惡嘅王國。咁去到最後咧，佢成為咗呢一部劇咧一個可以話係大奸狡啦。咁一個咁嘅人物咧，大家都會期待咧去到呢一部劇或者一個故事嘅 ending 咧，佢係個結局係好凄慘嘅咁你先會睇得大快人心。咁
但係咧奈何咧到最後你發現咧都唔係嘅，因為始終咧畢竟咧佢都係一個真實人物啦嚇。咁佢一生咧去到最後嘅一步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即係好普通咁樣去完結，即係同一般人一樣去到年紀咁上下80零歲，跟住有啲病痛，跟住到最後係逝世。咁啊，你發覺佢係冇所謂報應嘅，即係佢生前做咗咁多壞事，用咗好多佢人嘅慾望同恐懼，去令到啲人呢係可能係傾家蕩產啦嚇。咁啊，但係呢，到最後佢竟然係冇任何所謂報應喺度。咁啊，但係冇辦法，因為始終呢，佢都根據一個真實人物呢去即係去寫嘅故事啦嚇。咁你唔可以列做個 ending 嘅。咁啊，所以呢，去到最後呢，的而且確呢，最後嘅一集大局呢，成個跟住個節奏啊，個調子咧都係慢咗落嚟嘅，soft 咗落嚟嘅吓。好啦，咁呢一部劇呢，其實好睇在呢，當然係女主角做得非常之出色啦吓。戶田惠梨香，佢係基本上由17歲去扮演到66歲吓，呢個 range 啊，一啲都唔簡單。咁當然啦，你去到66歲嘅呢個老角呢，佢呢係化個老妝呢，聽聞係用咗好多時間同埋好多呢金錢去化，咁啊擺好多心機去打造呢個角色嘅。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呢，其實佢嘅演技呢真係咧出神入化，喺呢一度呢，係佢嘅演技大躍進吓，佢裏邊除咗你話化老角啦，或者扮年青之外呢，係佢真係完全拿捏到呢個角色要做到嘅嗰份即係感情上嘅變化，同埋嗰份霸氣係最緊要。因為去到最後呢，佢係其實係相當之有霸氣，成為咗一個無論係占星界嘅女王啦，亦都係電視界嘅女王嚟㗎噃。咁我其實呢，我覺得最打動到嘅就係咩呢？佢成個戲裏邊呢，有一個虛構人物嚟嘅。咁呢個虛構人物呢，係一個即係作家啦。咁啊透過虛構人物呢個作家，被委託要為呢個咧細木數字咧寫一個咧傳奇故事，一本小說啦嚇嘅時候咧，就從呢個作家嘅可能係佢個角度，佢嘅想法裏邊呢，我哋觀眾一齊同佢呢同呼同吸去感受一下，究竟細木素子係一個咩人？咁呢個作家點呢？一開頭呢，佢純粹單方面呢聽細木素子去講下佢嘅人生，講下佢嘅遭遇啦。咁啊，攞一啲嘅即係裏邊嘅細節，然之後佢翻屋企會開始寫啦。咁啊，最初呢啲橋段呢，全部聽落去呢，都覺得細木素子呢個童年呢又係好凄涼啦。然之後佢成長咗之後呢，佢好有即係一個大志啦，想揾錢啦，但係又遇到好多挫折啦，咁樣大家都一齊咧，同呢個記者、同呢個作者一樣啊，係戥佢可憐。但係點到最後咧作者喺當中遇到呢一個細木素子嘅一啲嘅親人，或者佢一啲同佢共事過嘅人，甚至乎同佢係有交涉過嘅人咧，口中就知道咗，哇！原來真正嘅一個內情呢，係完全係相反嘅，並唔係細木素子講咁簡單，原來係另一個故事嚟嘅。咁啊呢度我覺得拍得非常之好啦嚇。咁啊尤其是觸動到我就係話呢，細木素子一不斷去講佢嘅人生嘅每一個里程碑嘅時候呢，佢講到有一年，哇！佢話呢一年，如果你問我一生裏邊最美好嘅一年，一定係呢一年。佢發生咩事呢？佢話佢嗰一年裏邊呢，佢喺銀座，咁銀座相信係一個好出名、一個好富貴嘅街道啦。咁喺裏邊開到鋪頭呢，你應該呢都係幾名成利就噶啦。咁佢喺銀座呢條咁勁嘅街道裏邊，佢話開咗3間鋪頭啊，咁啊非常之好生意。咁啊，所以事業呢係一個好大嘅躍進之餘呢，佢當年仲買咗間好大、好靚、佢好中意嘅屋，因為佢遇到一個男人，呢個男人呢就幫咗佢一把，因為佢係一個房地產嘅一個叫東主咁樣啦吓。咁但係呢，如果睇落去就知啦，其實係假嘅。呢個所謂房地產東主呢，其實呢，佢就係一個欺騙師，咁佢受一個呢黑幫裏邊一個頭目咧去指示咧去走埋呢個細木素子嘅身邊啦，好似同佢咧係發生一段情啦吓，好似會幫佢一齊咧即係一齊去叫所謂建構自己嘅夢想，就係開一間好大好大嘅一個咧類似舞廳嘅地方啦。咁但係原來咧就係佢嘅錢，完佢嘅錢之後咧，等呢一個黑幫嘅頭目咧可以咧就走埋去咧，就叫所謂扶細木素子一把，表面上扶佢一把啦，實際上咧其實咧佢咧就睺咗細木素子好耐，成日都想得到呢個女人噶啦。咁於是乎呢個方法晒佢錢之後咧，走出嚟幫佢，其實就係要去賣身俾自己啊，成為自己嘅情婦，永遠呢一世咧都幫自己打工揾錢之餘咧，仲要成為佢咧一個玩物咁樣嘅吓。好啦，咁發展到呢一度嘅時候咧，我就想講翻啦，喺細木素子同記者講到呢一年係最美好嘅一年嘅時候咧，令我覺得，喂，原來咧即係一個人咧，你當你回想起自己過去嘅時候咧，有陣時候你話你最美好嘅一年，唔代表你真係咧
係遇到最美好嘅事情。就好似細木素子講呢一年，其實佢遇到嘅呢個男人呢一個房地產嘅東主呢，係令到佢一敗塗地，令到佢冇晒所有錢，甚至乎呢係成個人賣咗俾一個黑幫嘅頭目呢個應該可以話佢人生裏邊嘅最低點、最恐怖、最黑暗，甚至乎係落地獄，就有如呢部劇名一樣叫做咧 Straight to Hell， 直接落地獄。我相信呢一個 moment 就係佢落地獄嘅時候啦，因為佢咧俾呢個黑幫頭目咧即係叫做攞咗，即係叫成個人交俾黑幫頭目噶啦，又要幫佢打工，幫佢揾錢，個人又要俾佢糟質咁樣，仲唔係攞地獄係咪先？但係佢竟然去形容嗰一年係最美好嘅一年，因為佢遇到嘅係佢覺得佢自己一生裏邊呢，佢覺得最好啦，我可以開到3間鋪頭可以發展到我嘅事業，可以證明到我能力之餘，仲要係有一間好大嘅屋，我只好中意。但係其實呢，呢一個所謂口中最美好嘅一年呢，到之後呢，其實佢遇到更加多更美好嘅事情。但係可能對佢嚟講唔屬於最美好。呢一度咧，同我哋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好類似嘅。大家都可以試下回想一下，如果而家問你而家就係 so far 啦 ，up to date 啦你過往最美好嘅一年係幾時咧？你試下慢慢眯埋眼回想一下，可能你諗到嘅一年。呢一年裏邊，你覺得最美好，唔代表裏邊遇到嘅人係最好嘅。有啲人可能諗起嗰一年，我可能喺事業上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躍進，好大嘅成就，所以係最美好。但係呢一個事業可能呢，即係美好，即係叫一段好短暫嘅時間，佢就過去咗咁但係的而且確嗰個 moment 係最好。有啲人呢就話唔係其實我當其時候遇到一個女人呢個女人同我一齊嘅時間光陰係最正噶啦，最美好噶啦咁樣。但係呢個女人未必係同佢終老嘅一個，可能呢到好快脆佢哋已經分開咗。但係的而且確嗰一年就帶俾佢最美好嘅一個回憶喺度。咁所以呢，亦都令我諗翻起係有陣時候我哋都會諗翻起我哋即係過往最美好嘅一年究竟發生過啲咩事？有啲乜嘢嘅回憶？有啲乜嘢經歷我哋覺得係即係最美好嘅咧？咁樣咁所以呢，我覺得對我嚟講呢，都有好大嘅靈感喺度嘅。好啦，咁嗱呢一部劇呢，佢一直咧發展落去呢，其實呢講緊呢細木素子呢。細木素子咧人物咧，佢遇到好多啦即係唔同嘅男人都係咧係糟蹋佢啦，糟質佢啦咁好多人都係被佢美色咧所吸引嘅，係及後佢終於遇到一個咧佢自己嘅即係所謂佢話係真正嘅戀愛啦。呢真正嘅戀愛嘅人咧，同佢一齊咧影咗一張靚相，咁呢張相咧擺喺屋企度嘅，就話咧呢一個係佢真嘅戀情，但係好奈何，好可惜地到最後咧佢都係散咗。咁散嘅原因咧就係亦都係因為細木素子，因為佢人咧變得越嚟越貪婪。佢越嚟越貪心嘅時候咧，佢竟然利用咧一個咧當其時候喺日本咧一個叫國民級嘅女歌手啦。咁呢個國民級女歌手咧，係佢因為遇到即係佢嘅男人啦，帶俾佢一大堆咧債務，佢係冇可能還清。於是乎咧，細木素子咧係非常之咁邪惡奸詐。佢諗到個方法就係咧，幫呢一個咧呢一個歌手咧還債，但係同一時間咧就要利用佢要做佢嘅經理人啦，要佢幫自己賣命去做好多即係表演唱歌出歌等等咧，咁務求幫佢揾錢。其實咧成個套路咧就有啲似佢當年咧俾個黑幫頭目咧利用一樣嘅佢基本上咧就好似係用翻當年俾人哋糟質嘅成個方程式咧，就擺咗落去呢一個咧國民級嘅歌手身上嘅。咁之後嘅發展呢，佢就越嚟越邪惡啦。佢及後啦，講緊呢個人物呢，就接觸到呢個占星術啦咁佢呢就係其實係不學無術嘅。佢雖然有去深造一下，但係其實佢呢都唔算係真材實料。相反嘅就係佢自己作咗一啲嘅理論出嚟咁樣呢就去欺騙一啲咧觀眾。咁佢呢細木素子啲人呢，叻在呢，佢完全係懂得點樣去玩弄人心好容易係理解到個人呢，其實佢內在有咩恐懼，有咩害怕。咁當其時日本呢，環境亦都唔係咁好啦個環境唔好嘅關係呢，我相信呢，有好多人呢，其實呢都會俾佢生活呢嘅壓迫呢係困擾住。有啲可能係生活上啦，有啲可能就係情感上啦。而細木素子呢，因為好了解到明白到佢哋驚啲乜嘢，咁所以呢，佢利用佢學到嘅一啲嘅所謂占星術啦，同埋佢自己咧發展出嚟嘅理論啦，然之後咧就欺騙呢一啲人，結果咧佢不但止咧可以敲詐到啲人嘅金錢，甚至乎咧上電視嘅時候咧就咧一句你會落地獄咁樣去話一啲咧好出名嘅藝人點知咧
不但止咧冇令到觀眾咧係令佢討厭，甚至乎咧係覺得佢講説話咧好毒舌啊，好有氣派啦嚇，有嗰句講嗰句，好有 power。於是乎咧係好中意佢，好追隨佢。結果咧佢喺電視裏邊做節目嘅時候咧，成為咗咧收視嘅保證，成為咗電視台嘅女王。咁啊呢個咧就係咧大致啦嚇，呢個細木素子嘅傳奇一生，即係由最初佢純粹就係想即係去揾，好努力去揾錢，跟住後期佢開始咧係去靠男人去揾錢，以至及後啦嚇，佢接觸占星術，利用占星術，利用人嘅慾望同埋一種恐懼咧捉拿佢哋嘅心理咧，而於是乎咧就成為咗咧呢個咧電視女王、占星女王嘅嚇。咁啊好啦，我覺得咧其實拍出嚟咧都好精彩嘅。咁啊唯一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係女主角啊呢一個戶田惠梨香，點解我會覺得好多觀眾同我一樣對佢又熟悉又陌生咧？就因為咧我哋知道咧，對，即係如果我諗大部分同我人咧會同我一樣噶啦，最留意佢係咩咧？就係當佢好年青嘅時候，當其時候佢其實咧呢個女星咧12歲已經出嚟拍戲噶啦，出去拍劇噶啦。咁啊，我諗最多人睇啊，我哋香港朋友咧最熟悉咧，一定係佢做過嘅呢個叫欺詐遊戲啦，好似叫做係咪？咁啊係啊，好似叫 Lie Game 啊，係咪啊？係啊，好似叫 Lie Game。咁啊，另外咧就呢部我最中意睇嘅就係《死亡筆記》啦。嗱，《死亡筆記》裏邊咧，佢咧就飾演呢一個咧尼海沙喎。嗱，嗰陣時候咧，如果我睇漫畫朋友就知道咧，佢咧年青少艾，佢個樣咧做出嚟咧，其實真係好似漫畫裏邊嘅尼海沙，而且咧佢拍出嚟嘅時候咧，又真係好可愛啦，好 cute 嘅，令到咧呢部劇令到佢咧係一陣間瞬間就走紅，成為咗好多男士心目中嘅清純女神，包括我在內啦。當然嚇，咁啊當其時我覺得真係好 good cast，做得非常之咁吸引，非常之咁好。咁啊嗱，但係咧奈何咧經歷咗20年之後啦，咁啊今年咧佢係37歲噶啦，咁啊原來咧佢已經係好多次咧俾外界人咧講佢咧，即係個顏值咧係崩壞嘅，講佢咧係已經係走晒樣嚇。咁啊雖然係咁啫喎，但係佢咧亦都冇氣餒嚇，佢咧仲竟然拍呢個地獄占星師咧化一個老妝，令到好多觀眾一睇到啲老妝咧覺得哇唔係啊嘛，將我嘅童年嘅回憶咧係完全係破壞晒。喺我心目中當年我記得嘅就係尼海沙，而家變成咁啊咁樣。當然佢真係化老妝啫，但係就算唔化老妝都好啦，其實咧作為37歲嘅佢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幻想到個樣都有好大嘅變化啦。咁啊唔係單單成熟咗咁簡單，其實咧都係你會覺得都係真係走晒樣，尤其是佢好瘦。咁啊嗱，佢咧呢個戶田惠梨香咧有講過嘅就係話咧，其實咧就佢係好難肥嘅一個人嚟嘅，即係佢係天生係咁瘦嘅其實嚇。咁所以咧冇辦法，但係因為佢咁瘦嘅關係咧，當然啦，一個人佢年紀咁啱上下啦，再瘦咧，其實睇落去咁削咧，其實就個老態咧係會比同年嘅人咧可能會多啲啦。尤其是咧就係話喺呢個角色嚟講咧，我覺得咧就爭少少啦。講演技嚟講咧，佢絕對就係完全係勝任同埋駕馭到呢個角色噶啦嚇。演技不容置疑，甚至乎可能之後會攞好多獎都未定嚇，因為咧實在咧係演技大爆發，唔容易演㗎嚇，唔係淨係話個 range 大啊，而係裏邊你要演出個情感嘅變化啦。有一啲時候咧，佢嘅表情咧係好細膩嘅，佢嗰種變化可能喊、痛哭，但係哭之中又會笑翻嚇，個樣會無端端由一個普通嘅樣變成好邪惡嘅樣嚇。咁演技上哇100% 冇問題，100分㗎啦。咁但係奈何就係因為咧佢本身嘅人咁瘦嘅關係咧嚇，你要做一個咁嘅角色，雖然真實嘅細木素子咧，如果大家睇翻佢以前嘅相咧，你都唔會覺得佢係一個大美人，但係咧因為一部劇描寫到佢咧係好吸引到好多男士去垂青，好多男士係想走近佢啦，好想擁有佢添嘅嚇。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如果你能夠揾到個女星係有翻上下咁嘅魅力，有咁嘅吸引嘅程度咧，咁我說服力會高啲。咁對於佢嚟講咧即係戶田惠梨香咧，其實佢係靚，但係靚得嚟咧，佢有某啲情況化妝咧都好吸引你嘅。但係都係嗰句，因為佢太瘦嘅關係，始終咧，我覺得咧就做唔到嗰種咧，哇！即係通常你要有翻咁上下肉地啦，咁上下身材啦，咁你先會覺得咧喺男士心目中咧係哇好吸引嘅，好想擁有佢嘅，要佔有佢嘅咁樣。但係咧，我又發覺咧，佢就係爭在呢一啲條件，令到我咧喺呢一方面諗緊，喂係咪真係咁多男士係真係咁垂青
清佢咁中意佢啊。雖然佢啊揾錢係叻嘅，大家即係如果你知道佢哇有咁嘅頭腦，有咁嘅方法，有咁嘅口才，有咁啲急才反應嘅話咧，其實有去幫你咧打造生意咧，一定好成功。可能呢一方面係真嘅，但係咧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女士嚟講咧，我又唔覺得睇落去咧係真係咁吸引。但係咧，其實佢有好幾場戲化濃妝咧都係靚嘅。坦白講，好啦，咁啊值得一講啊，就係話咧呢一部劇咧，其實佢哋咧就揾到咧。即係嗱，呢個真實人物啦嚇，細木素子嘅一個女女咧，竟然攞翻呢個佢母親嗱，其實所謂女女同母親咧，大家要知喎，其實呢個唔係真係親生女嚟嘅。咁啊，細木素子咧，其實我諗佢最大遺憾就係佢冇親生嘅小朋友嘅。咁啊，呢個咧只不過係佢姐姐嘅一個女，佢咧就將佢咧就即係。做咗養女啦，喺法律上咧就令到佢變成自己養女，咁啊可以幫佢咧繼承佢嘅家產啊，繼承佢嘅生意咁解嘅啫。咁啊，所以唔係真正嘅親生女兒嚟嘅。咁但係咧佢咧就竟然咧揾翻阿細木素子咧以前咧生前咧用過嘅一啲嘅名牌嘅手袋啊，一啲皮草嘅大褸啊，跟住阿瑪尼嘅一啲嘅服飾啊，一啲珠寶啊首飾啊，竟然攞啲真嘅嘢翻嚟咧，俾阿戶田惠梨香用喎喺劇裏邊啊。咁啊邊啲係真嘅咧？呢個我就唔肯定啦。但係咧裏邊有當中有唔少咧都係真係佢哋即係阿細木素子生前用過嘅。咁啊俾佢着咧就希望可以令到成件事咧個質感啊更加咧有真實噶噃嚇。好啦，咁啊嗱，其實咧就算你冇用啲真嘅一啲所謂衫啊珠寶首飾都好啦，其實坦白嚟講啦，我覺得咧睇呢部劇咧個製作咧都擺咗唔少嘅即係錢落去啊，變咗咧係非常之華麗啦。咁啊同埋咧啲景拍出嚟咧係好靚嘅，好真實嘅嚇。咁啊亦都好震撼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本身部劇嘅質素咧係相當之咁高，非常之咁好睇噶啦。咁啊追看性咧亦都相當之高嘅。咁我知睇完之後啦嚇，我覺得係相當之滿意啦。都係嗰句，個女角係爭少少，唔係好夠說服力，但係本身咧佢都係好靚嘅，同埋咧佢個心目中咧依然係咧嗰個尼海沙印象。咁呢樣咧先係最麻煩啊嘛，因為大家諗翻成日諗住都係佢最年青啊，最即係 teenage 嗰陣時候嘅年紀喎。咁你一睇翻去，你梗係會有少少覺得好大落差。但係如果我哋專心投喺部劇度咧，其實部劇吸引你咧睇落去追看啲人物咧，其實係相當之咁精彩嘅。好啦，咁今日分享咧呢一部咧睇完之後呢部日劇啊嚇，就係地獄占星師咧，去到呢一度先啦。咁中意嘅朋友咧，請俾個 like 支持我啦。咁啊，亦都歡迎你咧留言講講你睇完之後你嘅觀後感啦。可以嘅話，請幫手咧 subscribe 咧呢個頻道，撳埋啷啷鐘仔同埋 share 影片啊，好嗎？咁下次再分享過，多謝你嘅收聽收看，拜拜。